我心惊白白走三关。台湾本土的传统戏剧就是歌戏，这段身骑白马，更是人人拢会晓唱。伫公中学上新的展览，邀请乡城歌戏团用文字相片，让学生了解歌戏的起源甲演变，嘛特别挑选戏剧当中的3项配件。展示歌戏的水，因为我感觉即摆囡仔对咱台湾的文化无啥了解，请到乡城的歌仔戏的戏剧团来好好做一个展览，互囡仔呢平常时都咧学本土语嘛，来现场介绍也是讲看一寡文物展。即摆呢，阮有展出2出戏的戏出一出是叫做《风卷出塔》，这出是阮算剧团一个做挑战性的剧嘛，因为伊这出伊是全编武打戏，嘿，那我毋是讲专科的来讲其实武打戏对我来讲会较辛苦。为了传承本土文化，剧团演员嘛相当辛苦，校长嘛特别穿上小大的衫，比兰花指。伫广场的布景头前，学习歌戏的唱调身段，阁有人扮作书生、管老爷，互学生近距离了解歌戏的骹步手路。感觉足趣味，因为第一届来遮看这展览，阁会当穿这歌戏的衫，我感觉足好耍。学校除了会安排每一个班级前往参观，更搭配着本土语言课程，教学生什么是办身等等，互台湾的传统文化资产今日后恒顶级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